好，嗨，大家好，你好，嗨，安芬老师，高我的吗？好，安妮我先，被关起来啊。好，谢谢老师。好，安妮我先分享我的投影片哈，等一下，请稍等一下。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老蓝峰，今晚有这个机会伫这线上跟大家见面哈。那这个我今天分配到这个任务哈，就是介绍寡语。那我也是想了很久，是讲咱这个寡语哈，这个是包罗万象啦哈。那我想在短短时间中间，要安怎甲大家敢若会当介绍这个寡语的这个这个较特殊的内容哈。我想用今日1点钟的时间，想要甲大家介绍寡语甲流行歌的关系哈。我用这个题目叫做寡语的荒城之月哈。开始这个日本话我嘛不晓讲，然后这个。那是讲台语可能是叫风翔之怪吧，哈，或许是这样子啊。但是今日可能用一寡日本歌，这个名我可能无啥会晓念，到时可能请各位前辈来帮忙者哈。那这个我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哈？荒城之月，因为这是我伫这个内底歌戏剧本内底看到这个这个名，这个歌的名，我感觉真有兴趣，了我就去网络去查这个歌哪唱。那这个歌为什么可以出现在内台歌戏剧本内底？我感觉这是今日阮会当讨论的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较我这几年来吼，我一直对这个题目就有兴趣哈。那我个人是做这个歌仔戏的研究哈，我有学术论文跟博士论文，拢是写这个寡语哈。那我的学术论文是研究内疗跟落下，我1988年毕业的时阵，那时候很少人用歌仔戏当论文题目，那所以我那时候写的是比较就是应该是写的不是很好吧，因为那时代就是没人跟当寡语当研究啦。那后来我到这个博士班的时候，我是研究那个内台寡语的这个不管是戏剧的内容啊，去写作的方式等等，那我就是伫这个看内台歌戏的剧本中间，去看到这个荒城之月啊，我引起我真大的趣味今日利用这个短短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哈。那这个今日我所要讲的这个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那我的比较大主题就是台湾华语跟流行歌的关系哈。那为什么会对这个题目非常有兴趣？就是我们过去哈，就是我的老师去演的哈，就是针对我们的老师辈，或者说我真侪研究关系，或是对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因对这个关系唱流行歌，感觉非常的反感哈，就是感觉讲这是这个好像很不伦不类啦哈。我就是讲关系那当唱流行歌，我觉得说流行歌好像跟关系它应该不是这个同一个领域里面的，特别是我为什么一起学下这论文，就是这个咱台湾关系甲这个厦门奖就有一寡研究关系学者在交流，大家在论文在交流的时阵，那很多这个当时这漳州、厦门大学啊什么这些研究者，他们尤其对台湾因为观念就是讲，好像这种关系是属于戏曲嘛，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东西譬如说因干嘛关系电视演出就是干嘛紧，那时候大陆他们还没有这种电视的戏曲，就刚开始不是像台湾发展的这么好。因都总是感觉讲违背传统的这款物件就是很值得批评。那然后我看到学生本来有学的应用在论文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很就是觉得其实台湾的对华语对流行歌的这个关系哈，其实要讲到日本时代，那它是一个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我感觉咱若是用现代一寡现象，还是讲一寡对于戏曲观念，然后来排斥这个流行歌的地位，我感觉这是非常遗憾的哈。所以我一时就是想，我希望可以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论述，所以我今天把是这个分享的，因为这是我很多年前写的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哈。
所以我今日可能要讲的就是在1930年代，大家简单讲一下它的背景，然后为什么台湾国语手联国语是用一个新的观念，还可我主要要介绍就是。讲抗年代，记得抗年代，咱来台国语吼，就是在座我看，就侪前辈吼，我想恁可能在座真侪前辈拢捌看过来台国语吼。开始我个人是捌看过哈，我这个我们小时候我还记得台北还有那个明星戏院哈，因为比较北部大汉，还有这个，但是国都戏院我比较高点增加过一关，但是我还看过第一剧场哈，就是别谁嘛，第一月神今日不是第一剧场今日世界，但是我对那台歌仔戏我是完全没有这个经验，那但是我们都是从这个剧本哈，基本上所留下来那台歌仔戏剧本当中去感觉就是那是什么东西，然后那台歌仔戏感觉是这样啊，所以我想要用一寡剧本来比例哈来讲，为什么他在来关于内底当用流行歌，啊，尾后我就是要用淡薄仔时间来介绍咱当代一寡国语作品中间使用一寡台语流行歌一些情形哈。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照你讲这个流行歌的应用，不只是讲一个歌入来。国语来咧唱，其实伊对国语有几个这个现代音乐设计吼，还有即嘛，其实有真深的影响吼。但是咱时间有限，所以我想讲给大家分享这几个观念吼。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哈，好来就是讲伫1930年代台语唱片内底吼，台语的流行歌开始甲国语都已经伫同一个舞台顶头伫咧发展吼。那这个1930年代，咱台湾唱片工业伫咧发展嘛吼，啊，这个唱片公司啊，在伊录歌戏嘛录流行歌，咱即摆在咧讲这个台语流行歌开始的。譬如说，大家比较知道像《桃花泣血记》哈，那这个部分哈，我就是开始这个为下礼拜让你这个老师来做宣传。另外吕新昌老师嘛，习惯老师来做讲员哈，让你老师这个吕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咱研究台语流行歌好嘛，希望这个我有甲这个周老师讲。这个方面的研究者非常的精彩，那我大部分拢是看伊的论文吼，得到真大的收获吼。啊，这个伫1930年代这个台语流行歌的时代吼，伊迄阵，阮较早拢感觉说哦，桃花泣血记啦，吼，望春风啦，月月愁啦，就是讲拢是这流行歌吼，得到真大的轰动。啊，可是其实伫台湾历史博物馆里内底收藏了非常多台语歌仔戏，早年哈，还甚至有一点点客家小调啊，什么说唱啊，哈，小波这款歌，迄时呢有灌做这款曲盘哈。那这款曲盘其实咱民间北部、南部都有非常多的老师收藏哈，那希望将来这个有机会当请教老师来在线上跟大家分享。那我听过好几个老师的演讲，非常的精彩。那我简单讲一个意思就是讲，因为迄时阵曲盘吼，较早我刚刚讲，台语流行歌可能是非常大的主流。那事实上那时候录有非常多的歌仔戏，那比如说迄时阵，他比较卖钱的其实是歌仔戏，因为有个老师跟我讲过，他说你想看嘛，那流行歌一辈啊，望春风唱完了无啊？它就是一首歌单曲嘛，对不对？那但是国语不是啊，我基本上要做这个江边受过二种我一直做，我嘛卖唱片啊，卖过地，对吧？所以他说比较卖钱的应该是歌仔戏。那所以当时哈，这个录唱片，这就是一个新的媒介的介入。这种新媒介对于传统的介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哈，超乎你的想象。比如讲，咱国语开始有新的观念，就是这个时代开始，为什么都有新的？因为我今麦要录这个曲盘，我比起来我。在座我要甲恁讲，你来买阮唱片公司的国语，那你说我国语我得去台看都有了，我现在在听唱片。大家第一个是新奇啦，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所以迄时录，因为在做台语流行歌，所以真侪人这个乐师伊的国语唱片做一个主题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有贡献哈，就是讲迄个时阵，这个比如讲我拄仔讲的江边色故里，等这个女主角叫做林爱国嘛哈，这个江边故里
江边就是伊边南游哈，就进球令，我没有讲错，所以他在南洋做生意，赚就做钱回来，结果这个林爱国的老爸叫做林家木，这个林家木就是他知道他这个家谁赚就做钱回来，他就是在他还没回家之前就给他炸了，然后就是把他害死。之后沾点少哈，就是个林爱国。为一直他讲伊老爸是这个海西人的凶手，后来他就去告御状。那这个戏非常非常的好看哈。那这个改天再跟大家介绍。这个江边色过旅程哈，这个里面的主题曲就叫做《爱孤调》，伊就是为了这个曲盘做一个新调。那这个新调也是用这个林爱国的名叫做爱孤调，基本上就是咱国语这个真是常常唱的一首我们就叫做这是国语新调。那所以这种录新调的传统，就是让国语有一种新创作曲调的一个途径嘛。对，其实好像它是歌仔戏，如果是一个大水库的话，我们所有的国语曲调，你把它当成一个大水库的话，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来源哈。所以董吹喜哈，譬如说大家看 PPT 上就说，当时歌仔戏班的乐师哈，他们这些还有像做这个流行歌，伊嘛是有几挂歌书，这几个歌书它是互通的，比如陈秋玲、所董、范官华、翁龙喜、刘阿北哈，他们就是非常三个非常这一点就是鲁文好垮了哈啊，他因这个人这个老师伊不只是因为是国语班出身的，啊伊嘛会当做流行歌，那他们也是歌仔戏台语流行歌的作曲者，那还有像孙啊，唱《望春风》的孙，东西都是关于音管爱。我们在这个一些论文里面可以看到，因为其中比如说因为唱的东西唱关于人，就是要支援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唱一两句歌仔戏，所以这个台语流行歌的发展的这个。初期，伊个歌词嘛是用咱四句人的方式哈，一段一段，这些部分大家应该都真清楚啦，参照文道啦哈，望乡调，新生生活感觉是学习真好嘞。啊，这歌当时是流行歌然后风貌来问世的，但是后来现在都是咱国语这种调音的曲调，所以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就是讲，伊在发展的时候，拢伫1930年代是日本时代，所以对这个新音乐哈，或是录唱片，大家觉得这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就想觉得很好啊，所以一来做些这款应用，所以这款创作的这个观念哈是真发达哈，所以关于爱情啦、亲情啦、思乡啦、生活啦、工作啦，各式这款内容哈，各款的内容伊拢有，好，所以嘛是有这款独唱的、对唱的参考背，对不对？甚至伫这个公播电台来公播电台来对，它又是一个帮助他推广的一个很好的媒介。所以这个流行歌就是对台语来讲是，台语流行歌暂时是非常不管是伫1930年到1940、50年代来讲哈，特别是50年代以后。有这段时间是非常的发展啦哈。那我要讲这个原因就是讲，这就是咱华语后来都是用这个六曲半这个新调的观念，好真侪流行歌嘛，同款伫个华语内底来使用哈。头前就是因为这个创作的观念，这其实就一点跟这个像京剧、川剧啊这些剧种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你在这个京剧哈，刚华语内底，你讲你下几个创作的歌。他有可能觉得你离经叛道哈，他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国语来讲，这个一是真活泼哈，一是真对着时代的讲哈，所以他有一种当时的这个氛围，底下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这个重要的特点哈。那所以说这个。来台国语，不管你是伫这个1930年代，而且是1950年代，其实伊都是要买票，他买票，他吸引观众，所以他演出的内容不能说一成不变，但他演出的形式也要有很大的吸引力，观众来往你讲，我要拍票，然后我要花钱进来看歌仔戏，那所以这个流行歌的这个进入哈，事实上就是让这个戏的时代感变得很好，而且。好人跟他这个新观众爱看，好，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东西这个
1930年开始有台语流行歌的时阵，其实一个国语唱片他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展现，那他们很多创作的风格其实会有点相同，好，譬如说他同样的乐师，像苏东，伊本身是国语版的歌手，但秋林也是，那他们本身在做这个当时的流行歌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跟国语比啊，像新生生，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流行歌，可能那个当时就刚是国语。跟那是国语调，所以它本身有一个很沟通的这种风格很类似。第二个就是说，早年的流行歌都是7言4句，这都要共所以这种它的这种就是这种密合度其实是蛮高的哈。所以咱真多日本时代的新调，我读要讲的新生生成就人道哈昌门贤木，这后来还有这个南风谣邓雨璇的这个南风谣，这个后来都是我们国语的那个唱歌哈，那所以在歌里的国语改其实艺术各个原则，它并不是一种随便乱用的观念。那有一些你进来觉得合适，有一些觉得不合适，有一些这个歌词会留下来，有一些歌词就没有了，就是才能刚刚 keep 掉老外，所以有几挂也是会淘汰。但也很有趣的是，在有几挂留言歌跟那个简介。也当做很密切的结合，会变成戏剧当中的套路。比如说修霸掌，那个修霸掌或是这个青春酿，那青春酿它本身就是一个去有赏风光的，所以真侪修行修短了唱歌，你可以佚佗啊，一个唱青春酿，或者说他刚好有一个剧中人他是北霸掌，他就会唱。修霸掌，好，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戏剧的套路。我就觉得流行歌变做 keep 白，哈，这 keep 白意思说，譬如人道，现在很多新人道这首歌哈，基本上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它在是流行歌，因为在歌仔戏唱的非常的熟悉，还有秋夜曲，像这歌，一本来的歌属啊那唱，可能大家都没记，大家听着感觉这歌好，所以这个歌仔戏。反而成为一个保存的地方，我感觉这把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哈。基本上的 B 姐类的是讲，这里不能有没有人会念？因为我是不会念。好，那这是我要摘自一个内台歌仔戏剧本哈。咱内台歌戏这个剧本哈，有一本叫做《剑亚锦绣》哈，这是姜老师的剧本啊。今嘛伫这个当时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哈，有出版一系列的姜老师的剧本，因为伫第2本26台哈。我这摆我接下来举很多剑影情仇的例子啊。你看这个剑影情仇，这个构思这个来台管理东西，这是刚是5本而已，所以它是内容是真复杂啦哈。那大概就是这个当时这种 gap 啊，就是这种武侠戏也是很流行。那当然它的感情戏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它赢的这个地方是要他跟这个纪贤哈，他要跟这个盛和，因为盛和是阿公哈，那纪贤是孙子，当时是囡仔先雄时代嘛哈，那他这个我们就大概看这个场景就好了。那这个盛和他的这个阿公是名了，一个盖也孙哈纪贤。岳胜和，他是姓那个岳飞的岳哈，岳胜和啊，所以伊咧分开的时阵，伊讲爱演奏这个歌，那这个歌，是日本歌哈，日本歌。那在那台歌仔戏的剧本里面，他就是讲说，这个他唱完英雄万飞高月期，乌江江花草离离。如前吊水东入去，不管离离上客逼，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啊。那这个诗后哈，对，以这个艺术的情况，我基本是照它原文啊，就是这个应该是9集啦，就是哈一看这个就是这个剧里面都会有一个三会角色，而且三会名拢会较处理哈。伊讲伊看这个戏里面的性和落准，后边这首歌就要唱错，就是这后面就要演奏这首歌哈。那这首歌有唱没有唱，它上面没有注明，但是他就要演奏这首歌。那船呢就要慢慢要离开，然后他说就再见。那时候在那条剧本写成这样的时候，这个歌起到一个就是它起到一个这个渲染情绪的作用哈。那这个歌讲到日本歌可能真多人无了解，但是讲到台湾
翻唱的歌，就是后来是这个文夏把它翻唱，叫做《黄昏的故乡》。那关于黄昏的故乡，早就会大家都要求了哈。那所以这个剧本大概就在1960年代前后出现。那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日本歌东西是进西关，所以第二代关于的对它就会出现哈。那再举个例子哈，就是说，你看流行歌来讲，一般喜欢呢，都叫的是公，比如说在这个场合里面来讲，它是一个很悲伤的，就是他这个他要。这个岳胜和拆散了他的父母亲，那当初是因为一个这个他的外代戏都是有很这个情绪都是比较过感吧，这个几岁以来的过感，但他就是他拆散他的父母亲，所以他后来跟他的孙子道别的时候，那他要有一个很强的情绪，所以其实这个日本音乐事实上是非常好用的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个亚派，这是另外的。刚才那个陈守敬的作品，那亚派也是一个内涵戏，真出名来编剧，伊一出一个做合宝金锦会第7台内底，伊开场这个祝文琴哈，这个祝文琴其实他不是祝文琴是剧中的小伴，伊唱新歌悲叹。那以前在表现这个主角哈，他的这个独白，他不会像是给他一个我唱一段细皮慢慢，不是，他通常这种比较大段的抒情，他都会选择流行歌，或者他所谓的新调，经常就是流行歌，或是一种他新的曲调。为什么这样给观众？因为这几代真重要，要观众感觉一个真无赶快的情绪了，唱歌了都是一段这个拷贝。那这段拷贝写得非常好啊，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那台歌仔戏剧本，它当时全部用的都是寡扯的写法，就是它是一种我们在民间比较常用的这种，有人说介音字啦，有人说拟音字的，是讲伊就是用那个离哈，这个汉字对这个艺人来讲，它就是一个音标，所以这个我不大家看哈，你看伊这个时阵应该是要有一款流行歌的气氛哈，伊袂当讲他不能讲那种寡语那种文雅的对白，他要讲非常像新剧式的比较现代的这种拷贝。好，比如讲这个伊连玩无，看见中间的水色，肃静的声音，亲像悲叹的音乐同款。再回想当年的情景，一步一步可比流水一样归入江洋大海。8年来，结果简短茫茫，命运长长，或是简短茫茫，命运匆匆，都可以哈。他这个苍苍这个字哈，事实上就是有一种他是想要跟那个茫茫就是说快到有点押韵的感觉，变成冰天雪地，单林独影的河畔，造成生离死别的关头，无行就袂用的，但是负手未步。甘美用的倾心了结，但他这个清神哈，事实上他是真的，他是想要他对爱情失望，所以也剧情是他很想要投河自尽，可是他身上还有引导被挽救，所以他这个轻声的身体的身，事实上他的源自他应该是说他想要是生命的生啊，但是他在这个作者写的时候，他一下在里面的是。一个安那写安那顺哈，所以那些这个我有专门讨论，但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讨论。好，我已经快讲了一半了。好，所以我要说比几个类哈，比如说冈山美林，这个他这种为什么新音乐很重要啊？你看他这个就很清楚，他说他跟幕拉起来的时候，它是一种新剧作风。好，那这个冈山美林的作家哈，是这个也是公社一个非常单婚川。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编剧，逼个破照啊，这个修仙叫做纯仙，叫做纯仙。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他就是他为了他的父亲是个坏人哈，以配音老辈去抓这个新牛，但是这个新牛事实上是要他父亲，他怕这个他就是因老辈是拍档嘛，所以这个以这个纯仙有个以百配老辈去抓这个新牛，但是他心里觉得很有罪恶感，然后，所以你看他这一场在这个花园的这个独白，你看他也是非常新剧式的独白。那这种时候，他所谓的悲乐，通常就是我们的现代流行歌哈。你讲画牛你也怎样？我存心心来痛苦，
探头要出来甲我安慰是无？你是世间最第一受人崇拜的参详对手，你的光辉会照头宇宙间每一个部落，同时你的清白坚硬，令人可爱，好亲像你会替世界人解除无限的痛苦。我今仔日，你看他这今仔日他是不会写今天哦，他一定会写今那日哈。我今仔日受了恶环境的压迫，将幸福的乐园刷变成苦海地狱，连标休假，就是他去取那个新娘。我真爱你，你的纯洁好亲像是一缕白牡丹。大概这个时阵，你已经是被风雨给你扫落去烂高的一端。你看这个烂高的这个写法也是很特别哦。那这就是内台歌，也是一个语言上的特色。因为什么内容就来救引你，因为你看我一字就读出一音，所以我念出来之后，他马上就完全不需要经过翻译哈，完全要经过翻译，给不能用翻译下，先要再去还原。那事实上传统是不用的哈，传统你看你这么看这个瓜菜细骨的，你完全一看起来就可以念嘛哈，它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它一下来的语言的喜欢代替下来哈。那这个瓜菜它是单单是4句言7言4，就是来台国语更较复杂。为什么？因为来台国语来讲，伊用的语言真复杂。伊譬如讲，伊会讲的，会唱的，有什么款角色、相关新闻、相关年纪背景，伊讲的语言都还无共款，所以他的语言使用的复杂度更高哈。那他的写作的书写也更复杂哈。你看一个，我无法度做你荷花的书架，目睭金金，看你的前途为我破的。禁不足，请你来下面我。这个我念的还不是很好哈，因为我台语讲到不是讲盖好，这个如果是这个演员来念啊，非常非常好听哈。那这种就是我所谓的东西要改好呢，叫做新的什么对的这个盗版，就是说它的这个盗版就不是我们传统歌仔戏的盗版。我所谓传统歌仔戏，当然这个传统是怎么对应也是很难讲，但是就是讲一般咱所写。较了解的东西，像就四平三汉的话，然后这四平国恩波川这种，就是大官大将啊，这款寡语哈。那但是这个是，但春生他是穿还是穿古装哦？但是那个时代哦，所流行的都是这款较现代款的这款表演。那这种现代款的音乐是非常重要。那他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唱七里啊，一般来讲是不会的哈。那这个你要看他会接一首歌，他最后要唱一首七字要收尾是可以的，但他前面通常你看这个就写得很清楚啊。爱玩今天这个他里面抠短这个起受脸，你看他出来，他也是在剧本上就要规定，他说自唱伤心的流行歌哈，一共这个很难念哦，这个我要想想，这个秋雅公良夜牛。但他的意思就是，他那个时候这个戏非常好看，他的这个意思在以前那台歌仔戏哦，到今嘛这款以前嘛不算 opera， 意思是你新编的剧情哦。那这种新编剧情里面呢，事实上有很多，它事实上是很有趣的一个角度。比如这个起受人以本性的昂塞哈，对于就是坏人，所以后来她原来的情人，就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很想嫁给她原来的情人，但是她的儿子哈，他反对，所以一比是处于这种两难。那他这里你看他这段口白写得非常好哈，用秋呀公灵过年，上家可以偷呀欧魂俩珠，他这个偷呀他写成这样子哈。春天过了的牡丹花，只有自叹不明伤心。回想我少年过去，青春离别，自从初恋开始，爱情的心天上月落，就来相创治。所有一切希望完全变成水泡，前面受于三人所害，爱情未当达成青春愿好，算是无有光明前途。今年2月会当受于蔡龙文风哥哥再来听笑，不过小明我囝伊无谅解，将了蔡龙轻掠奸去，爱要将伊抵罪。好，这个地方它不是除罪，它是治罪的意思。那为什么要写成扫除的除？因为你念起来就是抵罪啊。好，这个如果你不要讲台语，看这个，像我们在学校
教这个都很困难的原因，就是基本上不要公白地了，他看不懂，他这样念不出来，因为他没有那个台语的观念。可是，譬如温迪一般才古啊，你拿起来大概就是大部分可以念个7、8成啊哈。那他的思想观念，他的书写观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一般有一般的逻辑了，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是说他要把它除罪，不是，是要把它治罪哈。万里文通哥哥脑沙等等对，这类如何喜贺？那这种歌词哈，这种口白，事实上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很多那个流行歌，基本上流行歌哈，台语流行歌对1990年代的90年代，那时候马流行进做流行歌来对是有拷贝。事实上，你可以做一点对照哈，可以做一点对照，是非常之像的哈。所以讲那时候你要从整个台湾的通俗文化着手的话。在整个通俗文化的这个大家的这种趣味哈，事实上是会造成当时很多这种跟民间的戏歌、民间的歌谣，最好都有几关成类似的风格哈。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是比较一下哈，就是大家看这些就那这个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寡语的这种口白，那可是你要去比较一下他原来的口白，譬如讲寡语来的寡语的口白其实是非常非常讲究哈。我基本上两这3个人的口白哈，你们就会知道差别在哪里。这个天香是一个女扮男装，他是一个储君哈，就是红帝啦。那他后来接替，但是他原本他是因为也不有生意是。对，所以一给去红帝换人，所以从小就把他女扮男装。但是他爱慕他们朝中的大臣叫做罗宾本哦，所以这个田兄他是女扮男装出来跟这个明堂要跟他结拜。那这个离婚差是明堂的这个以前的修仙那个破解3回嘛，离婚差是3回啊。那我要念一下，这个天香想要去跟明堂结拜，然后离婚差说那我也要。好，那这个天香哈，起初加两片，姓名好的真高朴，在下家族金陵人士，世主名天香，希望你我吉祥金兰林呀，意见如何？那明堂讲说，有志不得，咱来吉祥义兄兄弟，书中患难相扶。离婚茶讲断嘞，人讲无三不行嘞，我要参加大家来结拜。你看这3个人他讲出来的话，他本身就有3种，就有不同的。在天香跟明堂，他们是小生，他们是受过教育的，尤其是这个天香，他是皇帝，他是一个年轻的皇帝，所以第一戏过来对这关皇帝啊，还是这关有做官人啊，是关有受教育的人，伊是因为被恭维哦。你看，他讲的是非常，我们说叫鸿文的，有人这个方就是写成鸿蒙秀俗那个皇哈，那个应该是正写了，因为一般那个鸿文的写到较紧。那求之不得，你看他觉得说太后了，今后来咱来结拜。他不会，他一定说求之不得，咱来吉祥义兄兄弟。那这个就是你的语言文雅或是不文雅。好，特别是皇帝，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舞台上皇帝乱讲话。那这个，就是他演皇帝、演土匪、演什么，一靠北用公赶快呢，这是不行的。第一，这个外代官，你这个皇帝做官人，你是千金小姐甲查某囡仔。你什么角色，他的口白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说皇帝就说，哎呦，你谈还没啦，哎呦，哎你哪有文皇帝不可以讲这种话，皇帝要讲的很文雅。所以你看，你讲希望你讲吉祥金兰，他一定要讲这种鸿文对。然后他就这个陆明堂不能说后来吉祥金兰不行，他要换一种，他说求之不得，咱来吉祥义兄兄弟，对不对？他就是他语言就变化了。然后但是这个啥会出来说动嘞？我要参加大家结拜，你皇帝就不能讲说我要参加大家结拜，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内台歌仔戏的口白来讲，其实是非常可以看出这个编剧的功力。好，同样是这个剑影情仇，这个真的有点难念啊，我要试试看。那么两模后水，大家见谅一下。你看啊，这个同样是跟我们刚刚举的是同一出戏里面，这个。究极，他因为他在跟着一个干弦，这个远天是一个干弦，那这个他就起掉于这个暗棍，这个修暗棍嘛，他把他的脸皮坑别头卡打，
那你看这个，它虽然是奸臣，但是它是一个大奸臣，它是一个大奸臣，所以你看他所讲出来的话是非常的有威严的啊！一个金边两好国，后见彩虹门，本门就靠天天打过，打你小小暗军良机，有什么稀罕？那你上级算是暗军手下小卒啊！莫无尊重，这不是尊重，他是说目无尊长啊，莫无尊重，这是一句成语。唔知恩牙权柄厉害，欺我太甚，大家大兵进入王府，了是本龙无良，那么给你境界，要弹何时？啊，你看这完全是一个舞台上的用法，这就是，所以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针对那台歌戏来讲，它什么音乐配什么情绪，配什么人，它是很讲究的。好，它是很讲究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再回去看那个轻句式的这种道白，你就可以跨出这个美感哈。好，这个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念了哈。这个只要有机会，我给他恭维说，哇，就因为今晚已经300多分了。好，所以新句式的道白是咱台湾国语内底真特殊的一款法典。这款新剧哈，伫咧内台戏哈，就是说他这种，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歌你内台内底不只是表演歌戏、布袋戏，嘛是表演新剧哈。啊，真侪知识分子拢是爱去看这款新剧，因为伊的内容较新啦哈。个新的音乐，迄新剧的不是阮现在拼啊安尼吼，讲起不是，因就是小喇叭啦吼，个有这个萨克斯风阿鲁多啦哈。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多这歌戏的学习。那所以。歌戏伫这款演出环境内底，这是求新求变是必然的哈。所以伫内台各部看到真侪所在，特别是重要的场所，伊拢用新剧式的表演方式哈，伊来负担这主要人物的这个内心的大段独白哈，在一般的戏曲真无同款的所在哈，它就是跟这个京剧他们的这个思维哈，或者说广东戏、绍兴戏，其实都不一样哈。这种它的这个观念是不同的哈。好，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像《剑影情仇》，同样的《剑影情仇》，好，它这个《荒城之夜》就是在那一台剧里面，他特别标出，他就是要《荒城之夜》这首歌。然后这首歌事实上它是一个这个1901年代在日本这个，后来在台湾这被关嘛，就洗掉。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因为这个我们到时候这个会在网上会有点版权问题，所以我有一些地方我有记这个网址给大家参考，但这个歌你得当去网络去吹哈，因为歌词也很介绍都非常的清楚。那后来这个《荒城之夜》还拍成了台语片，然后在1964年演出。那后来改做台语歌叫做《荒城之夜》哈，还是有记录下该文下演唱。那现在像这些海报都收藏在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去查哈，或者是上网去听哈。这个《荒城之夜》哈，这非常的，我觉得很有气氛啊，非常有气氛哈。那像这首歌，这也是在《剑影情仇》哈。你看，同样一本歌戏歌本来对，他就用了很多这是他指定的哦，他指定说我在这个场合里面我要用什么样的歌来唱。那像这个金枝跟木莲哈，他们念完这个4句联哈之后，你看诗完哈，金枝爱唱这个歌，歹人一行行我，就说。这个金枝是口短，所以他们大家本来是要送别的，好，所以但这首歌是台湾也有翻译哈，就是这个歌有人翻成冷干的吧，哈，那他有主唱，他有一种翻译一种叫做春梦不了情，就男性的悲哀，这是吴敬海先生演唱，这首比较有名比较有名，大家可以看台湾打击有这个网站有很详细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就不放了。那这也是在那台戏剧本当中，他特别希望可以注明说，我就是要这首歌哈。好，那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产球这个
动火焰就是在那台剧本还有一些场合，他会特别指定，他并不是这个日本歌，以及这个台语的人歌，特别是像都要我讲，比如修霸掌这款歌，那修霸掌他当时郭金发唱的时候，这个修霸掌是几乎街头像大家都要唱啦，所以有时阵伊就是为着讲伫我戏出来底唱一个角色，伊是卖肉粽的，伊就来唱这个小肉粽，这就好比伫这个较早伫日本时代一个歌叫做这个农村曲嘛吼，他有唱都出门那种农村曲，那这个伫咱这个歌戏舞台嘛定定咧唱，伊若是做着这个是正常人，伊出来就当唱这个。还有唱歌的啊，歌这款意思是同款。那所以伊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份，伊的角色的身份。所以你看这个邓火焰，他在这个剧本里面就指定要唱《卖波流浪兄》。那这个《卖波流浪兄》，它全名是《流浪的卖波兄歌》，它是郭大成写的这个流浪系列哈，伊是一个日本歌所改编的。啊，这个台语版本就是讲到这个卖波。这个人伫市场咧卖物件吼，啊内底佫有真侪一款卖物件的口碑哦，就出名的。那这个是郭大成，你要这个下礼拜的吕新超老师是专家哈，所以大家问题可以问老师哈。那他这个郭大成写了一大的系列，那他这个戏里面，这个修仙都是唱这个卖报流浪兄，他就是要表现。一方面他是表现他的这个职业，另外一方面他特别是让他迈步，就是唱这首歌，观众看还原哈。那这个郭大成的介绍，这个网络很多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唱就嘴瓜，也下就嘴瓜哈，啊一下就做职业歌哈，这种像滚头塞啦，还是保护伞啦、卖杂碎啦哈，那他有写很多系列的歌。那这个新超老师是专家哦，在座可能某进做专家哈啊，大家当可以网络查。那这个后来这个还做成一部电影，而且他特别讲说他是流行歌改编的哈。然后这个我先来看一段影片，好，那接下来看几个影片啊。那这个就是在国语，我们就要举几个例子，就是现在的国语是不是还要使用这种流行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演唱？那我们先介绍一首比较古早的流行歌哈。那这首流行歌叫做《母子鸟》，它是1946年创作，由陈达如作词，许生渊这两个老师所做的哈，那这个歌其实我想真多人听过哈，他在这个网址上大家可以上去参考一下，他有这个。听说这位是原主唱人，我以前以为是记录下，那后来才看到这个资料哈，那大家可以去查一查。那研究流行歌老师可以再提出点意见。那这个歌这个歌词逍遥紧碎哈，陈达如的歌词都是非常漂亮的哈。他在讲到就是一个母子分离哈，他把这个自己的囝去送给别人哈啊，这所以。这个母子鸟，你看它的词格是4-5句法哈，杨柳溪边夜半月牛水，夜莺四线啼头乱乱飞，它是常常灰彩爆谷哈。那你看它这是事实上4-5句法，但是它在寡语里面它要7言4句，所以它会改成4-3句法哈。那这个母子鸟在我们台湾歌仔戏来讲的话是非常流行，而不是流行。它跟秋夜曲人道一样，一些怎么讲？它就是在国语常常用，啊，都是用什么呢？就是在母子分离啊，或者一些公文物件赶剪啊等等。那这首歌会常常来使用。那它在当代剧场我们可能使用是可以的。那我许为 B 姐的类哈，我许为 B 姐类。那这个母子鸟，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在2017-19年，我们做台湾歌仔戏班做了一个。这个戏叫做《马鞍藤的春天》，台语就是叫做《好点的春天》。这是改编一个北西恐怖受玩家担心给先生的回忆录哈，也这回忆录的叫做《好点的春天》。那在这个戏里面，这个是非常当代了哈，因为陈新吉先生1960年代被抓嘛哈，那他关了5年，中间伊老母住伫武汉吼，因为伊老母嘛无受过什么教育，嘛唔知应该有关去倒。那当时这个被关的人，就是他也不会通知你的家人，也不知道生还是死。那后来我们用这个回忆录写了一出比较类似台语音乐剧，但是
没有非常多歌仔戏的元素所以它有很多新编的成分很大。那但是它有很多传统曲调，那当中这个母子相见的这个，我们就选了这首《母子鸟》。那为什么跟这个片段来录的是说，那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可以来看，就是说它是1940几年的流行歌，那在当代剧场还合用吗？这个刚刚就勾蛋的，那其实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华语的，它是有因为在华语使用非常多，所以我们同样把它放在现代舞台上，我刚开始剪哈。那因为这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故事，这个过去就是陈希吉先生有老母哈，就是因为伊唔知因囝吼掠去倒啊，所以1年2年了，刚刚1年外了才知影讲因囝是掠伫咧台北。那但是他就打工就可以找因囝，看因囝去探店去找啊。他到第2年之后，他的母亲精神就有点错乱了哈。所以到5年绑出来了，这个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母亲已经不认得他了哈。一直每时间拢去出门去公家牌啊，去四界去找因囝啊。刚好因囝真是回来的时候，认不出来眼前就是他的孩子。那这段就是这个是他的事实，但是我们改成舞台的上，这段就是说我们就是用这一首歌来表现他们的这个见面。好，那我们可以看一小段，好吧？我们来看一小段。那这饰演这个陈欣琪母亲的这个阿姨，这是王秀文老师饰演陈欣琪的这位是这个黄俊雄老师，他也是我们的导演。后来看这个。我大家可以看到这。做天气啊，拢总爱做2年，做2年哦。知要安怎去？想要坐公车，身躯嘛无钱。无转来啊，无。没有声音吗？你莫听我啦，还是听不声？我用指头把你听了。有阮囝会批无啊？有阮囝会无？有阮囝会？我无批啦，无。阿姨唔知啦，歹势啦。你听那声。安尼。好，那这段这个声音他试一下哈。好，那我们看一小段就好了。阿囝，转来啦！阿母咧等你呢，吉啦，转来啦！阿母，你走啦，你莫掠我啦！阿母伫车牌仔卡等你啦！阿母带你来转哦。
那个刚刚我们他只要这段影片比较久哈，所以他的声音当时我们是工作用的，所以比较听不太清楚。好，啊，你们快几多啊？等会啊。那这段事实上是讲到这个陈心吉，他在回到家之后，伊徛伫个老母面头前，但是老母已经唔知伊是啥人吼，伊每工拢不是，就是他会习惯去车巴卡等伊囝转来，但是真是伊囝家己面头前已经认不出来。那这个好，那这出戏当然真侪素材通过分享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讲就是用这段来表示讲。吴志淼他原本就是一首流行歌，但是他在舞台上仍然是非常之感人哈，非常之感人。那当时这段效果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我们来看他的歌词。我们这歌词现在在舞台上都没人唱在寡书，同学是按各种的情节去给它改编哈。所以这样的这个它成为一个国语来的新调哈。所以不只是那个情绪曲这种。有歌词的流行歌，它进入我们这个国语来对调大部分它只会剩下这个音乐，然后歌词我们可以自己来变化。那我再用最后一个戏来做一个这个，我要想我还有2个例子要举例，就是在2014到16年，我们那时候这个台湾歌仔戏班剧团以这个给人哈，他是这个驻馆团队文化中心，所以后来为给人这个青少年编了一个青少年的歌语。那这个在2014年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版本，2016年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是用给人的故事，然后给人有一个团手就是瓜博刷的超诶，那他用这个故事为基底改编了一出戏。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介绍很详细，我们想直接他就是他的故事事实上很有趣啦哈。一共的这个 Q 比呢 ，Q 比呢，他是这个跟这个海昌，因为本来是讲伫个外国山吼，他是小学同学，后来这个海昌哥哈，这个海昌后来伊爸爸伊的小妹叫阿妹，伊爸爸调去长山做工作了哈，所以后来因就分别了。后来这个海昌跟阿妹他们回到台湾跨工的时候，又重新见到了 Q 零。那因为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所以虽然再见面的时候感情还是很好。那但是海昌已经不会讲台语了哈，因为这个长山段伤久，伊无像会晓听淡薄啊，但是不晓讲。阿妹他觉得他妈妈用改讲台语，所以也要听，但是不像要讲，但他也不太会听啦，就是常常会听错。那这 Q 零啊，因为有汉耳，所以这个 Q 零啊，他会听这个等刷尾，但是他不会讲。好，那所以这造成一种语言的这种大错乱。所以后来用草鞋贯穿这3、4个年轻人，他们之间的这些。很有趣的感情哈，那所以也这个时代嘛是看哇，所以我们内底用的歌，也有一些新编的，也有用七里亚德嘛，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流行歌哈，那这个戏事实上非常值得讨论刚刚魏史书写又值得讨论。其实我想讲就是说，我想举个例子，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剧中使用这种流行歌哈？那我们用了非常多哈，用真多，但是我们讲的。比2个类哈，这个其实阿笨狗哈，那这个是1964年的一首流行歌，是由这个文夏所演唱的。这个在网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他原来的歌词哈。我那搞不好有些这个在座的前辈，各也要唱的哈，可能大家都把控的这个点样，或者是要唱哈。那我直接来看咱舞台顶是安怎唱，好不好？好，来我们来跟大家，这段也很短哈，在这1分多钟，我们来看第舞台顶，讲到这个就是讲大家两边的整个头顶呢都玩给手帕嘛哈。那我们来看一小段这个拉提的唱，这个很大声哦，这段音乐是比较正常的，大家麦克风要关小一点。奇怪呢。啊！叫你头是什么棒？平时是拢看囡仔伫咧外口爬走，我即马煞看无半个呀！敢会伫练头？练头？对啊，9月闹中央就是爱拼练头。你哦，敢会记小拍？仪态，啥物拢袂记啊？
我一拜。好，这个都在观听的，这就是这个阿本狗哈。那这个我刚刚分享的就是，我记迄时阮伫大队顶咧拜礼的时阵哈，阮就是这个歌是阮一个大师叫金凤老师他选的。那时候我们这个场合哈，因为这个欧阿姨她就是一个小流氓嘛哈，所以她只是就是比较就是想要去挑衅他们啊，所以后来这个我说这个要唱三米哈，唱三米高后，那因为这地方一定要唱歌哈，因为下面就要修爬，所以在唱一个较轻松的歌。那这首歌就是我们那个金凤老师选的。那这他一唱这个歌，我们没有一个人听过。我们这里人歌，你看这看起来就习惯啊，因为我们都没有人听过。我们没有人听过，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歌，对吧？所以这历史上的这个变迁是很有趣的。因为对可能金凤老师他们引进也来讲，这个人歌呢，对我来讲他听过。对，那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曲调去填词哈。阮伫大队顶摆夜的时候，后来有人徛伫门口听。那我们出去的时候，他说：“恁都在唱这个歌，敢是阿文歌？”那我就很惊讶，我讲你会知讲这较早就习惯，你讲你这个国语嘛，唱这款歌，那你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好，所以我就是在填词的时候，我把它的这个反复的那一句把它填进去，然后把词歌给它改变哈。那这个可能就今天可能没办法解释了哈。好，那这个万路上草鞋，我们还用了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那叫做《热情花》。那这个《热情花》。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应该我先时间都介绍，那但是我直接讲结论哈，去到我哪有时间我再放这首歌给大家听，那但意思是一样的啊，意思是一样，就是说事实上这首歌当时哈，这个讲到这首歌，我要再一次感谢吕新强老师，因为那时候我咧找这个歌阮伫歌戏来对点点咧唱哈，就是现在少唱，但是在1960、70年，特别是1970年代的外台歌仔戏，几乎每一个修短都会唱这首《热情花》。那这是1952年的也是由陈达柔先生所写的一首这个歌，陈秋林先生所谱的曲哈。当然他当时也是很受欢迎，他是林英美所唱的，大家也当底下这个底下网络去找的这个歌。但是当年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啊，怎么找都找不到。阮戏班的今嘛呢，较少人会晓唱啦，但是1979年、80年那个时代，口段。或是演小旦，没有一个人不会唱啊，这是我听说的啦哈。那这首歌非常好听，非常好听。那最重要，它是中间有一句歌词叫做“好哥哥我爱你”，而且一定要唱华语哦哈。那所以它非常听上歌我判。那所以后来这个可是但是它不太好唱，而它不是7言4句，所以不容易记得。好，那这首歌如果大家这个强力推荐，大家可以去网络上看一下，可以用这个，你就用热情话去搜寻哈，立管水的林英美的版本啊，然后这个有一位老师他把他的歌词用这个重新都有记录。因为我当年找这首歌的找的就是天昏地暗，所以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之后，就会很开心哈，大家当去看啊。后来我们把它改成这个国语的用法哈。那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等一下有空的话我再放给大家听。那最后又我不要听这个，我来不及了，对不起。
好啊，不能听了，因为来不及了。好，那我要讲一个结论哈，小结论就是讲，我们听这侪歌戏了哈，流行歌歌戏的关系哦。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讲，流行歌应用伫歌戏的过程中间吼，已经经过真侪改变，有一个戏剧功能，伊毋是原本的意义吼，像就地情花还是物件叫。但是这些流行歌，它在歌艺里面，它已经歌仔戏当中是非常之融合了，伊变成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记录伊加添歌艺的意义，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听别歌艺听到这个歌曲，引起我对过去的一款回忆，参像运河边戏曲，因为这个运河奇案是伫1930年代伫台湾发生的一件这个。投河殉情，那后来就改编成歌册，改编成新歌，改编成歌戏，还有运河调啊、运河二调后来变成电影白一品。那所以你在演到这个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唱一首流行歌，那这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难分难解的这个关系了所以我感觉这个从这个情况来讲，我感觉讲伫台湾歌艺发展的过程，来讲歌艺伊是一定要甲伊周围的这个文化来交流甲其他的表演来交流找到家己生存的一款方式，伊这是非常的重要伊要对着这个时代的走当，互观众爱看这是要考虑的代志。所以甲咱行戏来比较来讲，咱台湾行戏一直是政府在扶持嘛伊遮人拢公务人员，所以伊有受到真大的保护伊不管大家有人看戏还是无人看戏，伊总是有饭通食嘛但是戏班无共款，你大家无人看戏就无饭通食咯。所以这个商业性是台湾歌戏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商业性好还是歹？我感觉是好好大于坏所以作为一个大众文化来讲，伊要不断的适应这个时代，伊若对的时代就是淘汰了所以我觉得当时这个那台歌仔戏的时代，它会大量学流行歌，我感觉这是对介意这个商业性的环境有真大的关系所以我感觉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了，我感觉歌艺甲流行歌是一个真好的朋友嘛，是会当一起表演的地方这个歌每一个歌的歌艺内底拢有一个很好的记忆，那它就成为歌仔戏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那这个我今日我参考推荐很多几篇论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从这几位老师还有我自己的论文里面有很多，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大家都可以去看好，那我先讲到这，因为我巧会时间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时间交给周老师？伫遮我想咱搁进入一个刘南芳教授带咱进入对歌戏这个方面，我相信。大家拢有搁眼睛搁一亮伫歌戏中间你听着讲有读册甲无读册，讲出来平平是台湾话但是迄个赞处拢无共款我想讲这个嘛，互咱有真济真深咱过去就顾看歌戏尔可能也袂晓通受遐尼济。我感觉刘教授是一个足用心，是我足爱的足。因为伊足认真的，你可能会感觉讲，伊那有诶，你有看到有人咧比安尼伊是其实恁可能知影，伊是外省人你可能会想讲，伊等会讲较济外省话事实上伊已经足了不起啊，伊会当讲台湾话讲甲遐尼顺我看着大家该比一个敢好，大家该比一个敢好，实在是足够的你想讲真济，咱的台湾人结果袂晓听都听无，佮毋免想讲，伊是用台湾话，而且足用心研究，真正投入，甚至去美国安尼一位一位去调查地方调查访问安尼做工课做学问我感觉是一个足可爱的台湾人真正是一个足可爱的台湾人今仔日我想讲，带咱入来另外一个境界。我通讲，我要讲就是讲，其实咱的母语，咱的台语，咱的台湾文化，其实是逐项拢包天、包地、包山、包海。咱所有生活，都拢有语言，都有文化在内。请咱大家知影，这是我会遮尔要紧讲，咱袂使甲放无去。我想是伫遮，我相信
其他在场啊，差不多拢有共款的心意吼，所以我就无重复。啊，我伫遮，我想咱先用热烈的普话声，拍较大个好无？甲咱刘南芳好个，恭喜多谢。感谢。当然，就是互相无够济吼。毋过我是想讲，你是第一遍，咱先用1点钟，啊，我互逐个人先开始接受，因为毋是干那咧读罗马字，毋是干那讲台湾话，讲台湾调，其实内面有足济学问。足济价值伫遐，足济感情伫遐吼。啊，是像今仔日咱的几位甲咱念一个诗尔，大家就目屎就开始直要走出来，迄根本无法度禁止，大家家己主动就有诶。所以即摆咱要努力是将这个感情经过甲凸显出来。我相信咱台湾绝对是真水，绝对是真好诶吼。啊，而且我想我着莫伤占时间，毋知有人要赶紧。看面无，还是有要讲话无，还是有要问的无？咱即摆先拢用1点钟，因为想讲先试看卖啦吼。啊，恁若好，还是需要调整较久，还是安怎？这可能后壁的代志。我是想讲先互大家感觉，若感觉好，啊，需要调整较长较讲。毋过我是讲吼，因为较精彩咧吼，时间节约好，但是时间分配又好，这是久长啦。咱毋是一遍就讲会了诶，就是慢慢，咱甲佫直直来安排吼。咱毋知有人要举手，有要讲话无？要回应无？还是要甲老师学落一个？还是要甲感谢一个？还是有啥物建议无？拢无吗？拢无吗？老师，请问你有讲要介绍论文？嘿。我那 PPT 内底有一页是那个论文，我也当拿回一个协会啊，请再帮你们公布。哦，那几篇，我跟他有几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然后我有看到吕新昌老师，老师你好，我有看到我的老师，吕新昌，老师专家比较，我假装多无看到你，要不快点就紧张呀。这是在吕新昌老师早就入来啊？真的吗？哇，打招呼都打的，就是班门弄斧，这个这老师是专家啦，我工作呢就歹势，你知影听老师讲较专家。李信昌老师就是后礼拜二，就是咱李信昌老师要搁继续甲咱将这个台湾的歌谣要做一个介绍吼。这个吼，本来我唔敢去请李信昌老师，是刘兰芳教授讲不要紧啦。我想讲吼，我唔敢甲请，因为伊太有名咧吼。伊个刘兰芳老师讲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我来甲讲吼。所以咱我来甲李信昌老师拍一个谱啊，后礼拜就换伊啊吼。啊，毋过吼，然后这是这个物啊，行我若讲袂了啦吼，所以不要紧，咱先抓1点钟的时间，毋免伤贪心吼，后壁咱还佫会当继续吼，所以1点钟，有当时啊讲伤紧吼，结果大家愈消化袂去吼，所以温和不要紧，因为后壁只要咱大家要用心吼，咱随时咱一直安排。这机会还佫有，咱一定会当安排。头拄我嘛有看到伊个秀婉吼，秀婉这是无？我是秀婉，我住伫同仁堂，我过去台湾通信的总编辑。李新昌老师是我读上大的时阵，老师伊教我国文。所以我过去我嘛捌去上大的台湾系访问过迄个。吕兴昌教授啦，因为我是习惯讲台语，所以是吕教授嘿。我甲当年有去甲访问，伊是我读大学的时阵迄个国文老师，伊的太太我嘛有熟识吴达云老师。嗨，真好！我想吼，咱伫即个场合嘛，当大家互相相认啦吼，相认吼。吕教授，你有要讲2句无？你麦克风爱拍开？有拍开，安尼敢有听？有。后礼拜要讲啊啦吼。好。今仔就是迄个这南方吼，伊个专长，就是70年代开始做咱台湾的即个做即个歌戏吼。伊个博士论文，我是伫电脑内面看，一字看。迄阵我算伊个。小市委员其中的一个嘛，吼，
我感觉这本册啊，这本迄个国史论文吼，将来一定会传世，所以我就感觉讲将来若要出版的时阵，啊，即摆若有一寡出入的所在吼，先甲看了好势，啊，将来会较要出版要创啥时会较好势安尼吼。所以阵足认真甲看，啊，主要是我原来要按内面学一寡物件啦，啊，细汉拢咧看歌戏啊，但是相关的一寡问题无一定足清楚的吼。不过伊伫迄内底，伊迄阵也袂晓罗马字啦，讲实在，伊用过咱一般咧台湾伫咧学即个台语的时阵吼，拢用过分林的一个心腹用啦哈，录音波感啦，录音波感的，我这心，我来讲无是干啦，录音波感，录音波感，心腹紧，心腹紧啊，我甲叫做心腹雄去，心腹紧哈，我较早嘛是按这本开始看哈。伊内面真好势，就是讲从文音、白音，伊拢甲分啊真清楚。啊，个即个鹿港腔的吼，甲内埔腔的，咱讲鹿港腔的甲迄个南投腔的吼，或者是讲甲参个宜兰腔的吼，伊拢甲分啊足清楚的安尼，所以真好势。啊，迄本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有用罗马字注音，啊，是讲个，若要学罗马字的时阵吼，你看迄新附近的即个。录音播讲的时阵吼，顶两种拢听到学着安尼。啊，即个南方今仔讲啊诚好啦吼，啊，时间遐尼短，啊有法度将重要的物件拢讲啊足清楚吼。伊拄则咧讲的迄个马英鼎吼，啊，但是咱台湾应该拢毋是叫马英鼎，叫啥？好鼎，我有去看。哦，专工去台北看的吼，一寡好朋友拢专工变去台北看，确实片啊足好势，啊嘛有去看到即个新杰先生吼，伊阵精神袂歹，哦，啊看到啊，感觉讲即个人内面所演的一寡人物，甲咱台湾的近代一寡运动吼，尤其是即个政治运动的一寡人。比如讲新竹的迄个魏先生，伫内面嘛有出现啦，啊，拢关伫共所在嘛，所以真有意义吼。将即个歌戏也好，啊是讲新的迄个音乐剧吼，啊演甲真哩出色，会使讲对即个做编剧的人吼，还是导演的人，哦，还是讲出来演员哦。拢真佩服，吼，真佩服，莫讲佩服，真佩服。非常多谢卢教授，谢谢老师，感谢老师。多谢吼，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请大家会向去将来思考，咱今仔南方教授互咱的一寡提示。我是讲，我是去拍开咱对台语台文。对，甲音乐、甲流行歌、甲歌戏对艺术，我想即个门佫甲咱直直念吼，直直开去吼。我想讲其实只要咱用心，咱其实有足侪物通好发挥安尼吼。我会记南方教授阮伫台语文学科嘛有请因来演新剧。结果迄暝千外人来吼，逐个吼哭啦，规个看到11点外哦，哭啊，安尼逐个差不多逐个人拢哭吼，面哦，阮的工作人员吼，我来足感谢，虽然工作到半暝吼，但是逐个拢感觉足价值，因为所有的人拢甲阮的工作人员讲，多谢台语文学区会当办遮好的活动，会当请南方教授因的剧团。新剧哦，本来阮咧想讲系新剧讲是要演歌戏，哪会是新剧？新剧是啥？是讲我来搞不清楚。结果是所有人拢足感动，拢足欢喜，拢搁爱以后爱搁来爱搁办吼。所以咱大家
大家知影吼，逐县市还是逐公吼，需要因去演的吼，有人会使拜托请因去演吼，啊，有人支持咱的戏剧，啊，支持咱的文化，我想即中间嘛有真侪通学习的吼，用安尼有人甲大家报告，所以等即个时间，有人会当大家互相相认，有人会当通将各种的信息来互相沟通，然后咱大家做伙学习，然后做伙互相鼓舞，推动咱家己要紧的文化吼。多谢大家，会记哩后礼拜二是咱的吕教授，吕教授请大家会当阁招较侪人，做伙来参加。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咱就会知影3天后今仔日南方教授的即个今仔日的上课的即个内容，就伫 YouTube 顶面，就我来会搁伫遐互大家会当看到吼，所以会当报告搁较其他还未参加的人会当知影。多谢大家，多谢你的参加。